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推估，台湾失智者的人口大约超过3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长者大约占了96%。为了让失智的长辈会用在熟悉的社区安心甲安全来生活，市府卫生局最近嘛积极伫社区来设立失智的优先馆。第一站设伫人口上侪的永康区，第二站则是设伫东区的中善里活动中心。6号下午正式甲牌启用。我们就来感谢这个秀传财团法人台南市立医院馆义来投注精神投注人力来帮我们做社区的失智老人的照顾反正大家知影这个是高龄化社会是免不了的65岁以上的人口会有8%会有失智不同程度。那失智不是说马上就忘掉了，它是缓慢的、渐进的、慢慢来的这对于医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那我们常常讲去看这个医生，看了拢无效，这当然是无效，那有效那是奇怪失智我们所需要的是照顾，那照顾他什么？我们希望在这个失智缓慢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提供给他安全的有尊严的这个生活的照顾大家拢知影厝里有一个失智的老人你做工作，伊在外地地方做工作常常走无去所以咱这个友善馆就是讲，要做个代志，简单讲就是讲，除了咱来尽量互咱遮的长辈避免还是讲延缓这个失智的情形或者咱改善以外治疗甲伊安排医疗以外，其实更较重要嘛是讲，或者甲照顾的人去照顾遮的人是讲咱会当甲伊辅导，看安怎好好照顾，比较有效照顾台南市立病院对民国107年设立失智的共照中心，到现在总共服务大约1600位的个案，而且前后伫个几年，关庙甲良家嘛设立失智社区的服务据点。这届新办东区的失智优先馆，主要融入社区发展的方式，结合社区健康促进的活动，希望会用来培育失智优先社区的政治，建立保护网，让失智的长辈会用来有尊严，而且安全生活伫个社区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